政府推动防止诈骗为学校开始，行政院长陈建仁昨晚去各校啊宣导。另外 ，NCC 进前推动市内电话，若接到头前是加8869的电话号码，拢会有先放一段华语甲台语的语音警示。到月中就会开始扩大服务，所有外国卡来电话拢会有警示。你们家里面有没有爸爸妈妈、哥哥姐姐或者阿公阿嬷被诈骗啊？有哦。来到学校内面宣导诈骗防治，行政院长陈建仁当场调查讲，偌济小学生出来捌拄到诈骗集团。来到假货，爸爸有被骗过钱。玩手机、玩电脑、玩平板，都一定要小心，好不好？爱互民众莫互骗去，都要对教育开始。教育部分析，伫中小学常常看到的诈骗，包括是网络买物件是假，一般买物件的诈欺，交朋友的诈骗，游戏点数的诈欺。大专校院是解除分期付款、投资诈欺和海外散工的诈骗，定用网络和电话咧骗。政府和中华电信进行合作，接到加8869这种电话，就会亮国台语的警示。这通是国际电话，请注意小心诈骗。这通是国际电话，爱细腻哦，唔通去用骗去。到月中开始会扩大服务的范围，只要市话接到国外卡来的电话，拢会加语音警示。另外手机若接到国际电话的语音警示，接落来嘛拢会伫个5大电信上线。觉得很好啊！如果你可以提前知道诈骗电话，就可以省去你在接电话的时间嘛。像我看到我不会去，我很少接没认识的电话。近期发现诈骗电话开始篡改为+1、+2、+852等国码，提醒民众注意诈骗电话。NCC 指出讲，最近诈骗集团大多数拢是锁定是大人。根据统计，使用市话防诈骗的比例是比使用手机啊防诈骗更较悬。因则优先推动市话语音警示，因为无法度完全阻挡诈骗电话，决定要扩大服务，嘛，互民众较袂防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